創世記第15章。這事以後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對亞伯蘭說：亞伯蘭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地賞賜你。亞伯蘭說：耶和華哦，我既無子，你還賜我什麼呢？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色人以利以謝。亞伯蘭又說：你沒有給我兒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嗣。耶和華又對他說：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。於是領他走到外邊，說：你看天觀看，數算眾星，能數得過來嗎？又對他說：你的後裔將要如此。亞伯蘭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。耶和華又對他說：我是耶和華，曾領你出了革勒底的吾珥，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。亞伯蘭說：主耶和華哦，我怎能知道得這地為業呢？你為我取一隻3年的母牛，一隻3年的母山羊，一隻3年的公綿羊，一隻斑蝥，一隻雛鴨。亞伯蘭就取了這些來，每樣劈開，分成2半，一半對着一半地擺列，只有料沒有劈開。有汁嬰下來，落在那死畜的肉上，亞伯蘭就把它嚇飛了。日頭正落的時候，亞伯蘭沉沉地睡了，忽然有驚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：你要的確知道，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400年，並且他們要服侍的那國，我要懲罰。後來他們必帶着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，但你要享大壽歲，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裏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4代，他們必回到此地，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。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煙的爐把燒着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。當那日，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，說：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利人、基利洗人、革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利乏音人、亞摩利人、迦南人、革拉撒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